把整个心脏要游离出来。压力很严重，比我们平时还要严重的。他心脏大，所以他贴的那个壁上贴的。他肯定心脏大，所以捏的基本上都捏得很厉害。而且呢，左心室上面都血管蛮多的，弄得不好血管会损伤的，这个蛮危险的。他这个心尖部和那个心底部，它后面都是粘在一块，我这没办法分，心腔很大，我要阻断一下我再分，可能心脏小一点好分一点。现在在打保护液，让心跳停下来。好，我是心跳停了。他们的长得这么紧，没有间隙的好像啊，每一步都要紧。它主要是心脏扩开来了，血管很多的。好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嘛，应该可以放了。来，差不多，我这个心尖可以出来。小刘，大概应该在这个位置，对吧？你们看一下，这是前降支，你们更能见得多一点。这个部位啊，这个对，左前降。这里这是左前降支的心尖了。这太高了。我感觉应该在这个中间这个地方，可能差不多。太高了。孔的位置很重要，心室的表面它有很多血管，我们要避开它。人工心装进去的这个方向位置呢，要对准两间半，不能对准旁边有心室壁或在乳头肌。那这样子呢，它才可以影响血流。因为有的工程师没有看到心肌表面的血管，但是事实上这个位置如果有血管的话，我们要避开。所以周老师体现是避开这个血管，找对这个位置。它主要是能够对到两间半。凭我自己的手感，我就确定是这个位置的。彩超定位，彩超定位一下，是不是一致？来，公费呀、